我跟你讲，这里就是老佛爷嘛，他们就弄不清楚那电梯呢，整个增加好来不呀，弄不清楚，我还种四枚气的，那种地方嘛，口口才口死。你见我妈吧？看看家底下还谁打金子，谁手谁打金子还打你身子麻奶粉。银行里做鬼手事的人，拎着傻逼的还是爱马仕。当中面孔冲胖子的人，拎着爱马仕还是没错的。实带底挨着板板，带底少个把子。决定于拎个人有句红衣，买马卡龙的还是中国妹妹，25欧元不干来4个14.5欧元，臭他！一定要去寻个地方享受享受。味道真的是别个不上，4点当中的爱马仕，海选工资3400，奢侈品商店分手8来1档，离线还有2个半钟头。一是搿点辰光把你抽干子老蜈蚣就好嗨啊！马卡龙打光，现在爬得来不要顶雷干净的，对个死了海个，还不到脱个，谁是埃菲尔铁塔？虽然讲人生苦短，但别个想也单此一游，看点退休工资，起码3哈半年死不疯。三辰光的梦想，来不知不觉当中代言，曾经的黑头发，还辣海莫知莫觉当中变白。当愿望真的实现的辰光，简直没好隆咚，买不起么子，讲么子不灵，吃不着不但，讲不但酸。看看那个商人，74岁的英国安妮公主，看上去比你83岁的老娘还要烂，还点烂句三叶鱼子用上，世界浪向谁没烂塌不着？金碧辉煌的来不呀，奢侈品中心。开始一路棒，会讲中国话，专门为中国顾客服务的营业员。有种人讲，那个是你回到中国强大的在海记者，回复是讲是贫富差距2极分化的结果。除非现在你欧盟对中国面前，那么你国家真的硬气着。